再来看，昨下晡4点多的时阵，伫咧屏东的这个玉山厂呢，有一个查某人是因为骑车冲红灯，这警方要甲砸车，伊毋但是甲车挡伫咧路中央，而且呢，佮落车走互警察了，佮有举这个武士刀甲人相对上。后来警方呢是增加人力，才总算甲伊抓起来。落尾发现这个查某人，就是去年去互人判刑17档的毒品通缉犯。警员280随约过去，骑红色奥多巴的查甫人，因为弄红灯，警察要甲抓落来，伊毋但配合，规气直接甲车挡伫路中用走的。警察外头继续约到巷仔内，嫌犯居伫路边，警察想讲伊会配合调查，想袂到。快走！下来！6栋高需要支援，嫌犯持刀在核三厂对面。刀方向。卖单！卖亏钱，你滚我！放开亏钱，腾来！嫌犯提出藏伫身上的武士刀，甲警察相对上，要求警察毋通挖近，现场气氛紧张。落尾警方增加支援人力，才甲这个查甫人压制。伫身躯顶有销出食毒的工具，一包4盒啊，甲用过的毒品分弹4个，佮有1支武士刀，甲伊移送地检署侦办。在恒春镇南湾路段，见一男子形迹可疑，上前盘查，该男子竟持武士刀抗拒且伺机逃逸。全案讯后，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、毒品、妨碍公务、毒品冬季等罪嫌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。经过警方调查发现，这个姓杨的查甫人71年厝，是毒品通缉犯。顶个月才互判17年的刑期，应该爱去坐监，煞落跑无去报道，互警方通缉。昨因为弄红灯引起警察注意，甲伊抓起来，互伊接受法律的制裁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